大家好啊！今日我哋要講一單咧喺香港商界啦、PR 界啦，同埋無數嘅中產女仔群組入邊咧引發極大迴響嘅一間新聞。全球最大嘅美妝集團 L'Oreal Group 咧突然間喺香港宣布一個震撼彈，佢哋旗下嘅多個重量級品牌，包括大家極度熟悉嘅 Lancome、YSL、Armani Beauty、Aesop、Kiehl's 同埋植村秀咧，香港地區嘅官方網站咧都會營運去到今年嘅8月18號之後就全面停止網上售賣服務。令人驚訝嘅係佢哋俾消費者嘅建議係建議顧客咧光顧實體專門店或者去品牌係天貓嘅旗艦店。有人話香港嘅零售業係咪真係玩完？亦都有人講連 L'Oreal 都要放棄香港電商，轉投內地天貓嘅懷抱。其實呢個絕對唔係撤退，而係極度精準嘅渠道清理同埋 CRM 重組。點解一個每年賺幾百億歐元嘅化妝品王國會主動切斷自己嘅 D2C， 直接面對消費者網店？我會帶大家潛入 L'Oreal 集團嘅權力核心，從佢哋嘅集團矩陣背景開始，拆解佢點解寧願放棄香港網店嘅營收，都要將你哋推返去實體專門店，然後會打開呢個美妝帝國嘅生意邏輯，睇下佢哋點樣利用 CRM 同埋頂級嘅會員活動，將全香港女人嘅錢都鎖喺佢哋嘅生態圈入邊。要拆解呢一單新聞，我哋首先係要睇清楚咧 L'Oreal Group 嘅大牌。大家以為 L'Oreal 只係喺超市入邊買洗頭水同埋染髮嘅牌子，錯啦。L'Oreal 集團係全港美妝界真正嘅八爪魚，佢哋旗下有超過36個國際品牌。睇下呢一次受影響嘅名單，頂級奢華有 Armani Beauty、YSL， 高端護膚嘅話咧會有 Lancome、Aesop， 個性同埋專業嘅級別嘅咧有 Kiehl's 同埋植村秀 Suruwa。呢個唔係揾幾個獨立嘅品牌，呢個係一個生命周期嘅矩陣。喺 L'Oreal 嘅底層生態邏輯入邊呢，佢哋唔使你淨係對一個品牌嘅忠誠，佢哋需要你對佢哋嘅生態圈忠誠。當你20歲讀大學，你會買 Suruwa 嘅眉筆同埋 Kiehl's 嘅保濕霜；當你25歲踏入職場，你會追求 YSL 嘅唇膏嚟建立自信；當你35歲成為高層，你會成套換成 Lancome 嘅抗老精華同埋 Armani 嘅粉底。最近幾年，當你追求奢華生活品味嘅時候，你哋就開始買 Aesop 嘅香水。你以為你係隨住年齡同埋品味升級不斷轉換品牌，但係 L'Oreal 嘅 CRM 系統睇嚟，你冇離開到呢一座大廈，你只係喺2樓嘅房搬到去頂樓嘅總統套房。佢哋不停咁樣喺市場上進行收購，例如近年係天價咧收購咗 Aesop， 為嘅就係填補喺佢呢個矩陣入邊嘅每一個價錢帶同埋風格嘅缺口。呢個係一場零和遊戲，只要你喺化妝台上面有一半係佢哋產品，咁佢哋嘅財報就會永遠都靚。睇清楚呢一個宏大嘅矩陣啦，我哋就可以入下一章。點解佢哋咧要斬咗香港嘅網店？揭出香港網店嘅真相咧，其實係咁嘅。我哋而家進入核心嘅商業拆解，我為大家咧歸納咗3個極度冷血嘅財報同埋營運嘅考量。第一個原因咧係極度畸形嘅 CAC 獲客成本同埋物流嘅利潤。喺香港咧自己搞一個 D2C 咧，網店係一個極度燒錢嘅生意。你要買 Google Keywords 買 IG 廣告，將流量引入網店。香港嘅數碼廣告費係全亞洲最貴嘅地區之一。當一個客人呢，佢喺網店嗰度買咗一支300幾蚊嘅 YSL 唇膏，昂貴嘅獲客成本，仲要支付香港嘅運費，仲未計要承擔退換貨嘅客服成本。呢一支唇膏喺網店嘅淨利潤可能係 Sogo 專櫃賣出去仲要低。老細睇到呢個 ROI， 當自家網店變成咗高成本低利潤嘅雞肋，斬咗佢呢，其實係最理性嘅止血動作。原因二，天貓咧嘅基建霸權同埋數據引力。公告入邊咧最刺眼嘅一句咧，建議咧嘅顧客去到天貓旗艦店。點解唔係其他平台呢？因為天貓喺美妝嘅領域嘅 CRM 建設咧已經強大到外國集團冇辦法抵抗。天貓有800 VIP 系統，有完整嘅數據標籤。L'Oreal 唔需要自己花幾千萬去維護一個香港本土嘅 IT 團隊同埋伺服器，佢哋直接
將線上嘅銷售外判俾天貓。喺電商世界，天貓已經幫佢哋篩選咗全中國去到大灣區最具消費力嘅高淨值人群。L'Oreal 嚟講，將香港嘅線上流量去到天貓，係將資源集中喺一個轉化率最高、LTV 最大嘅池入邊。原因三，實體店嘅 upselling 向上銷售先至係美妝業嘅命脈，呢個係最重要嘅一點。化妝品同埋護膚品係極度依賴五官體感同埋衝動消費嘅商品。你喺網店買一支 Lancome 嘅小黑瓶，你俾完錢就走，客單價咧係固定嘅。但如果你走入去 Armani 嘅專門店，你嘅命運就掌握咗喺你嘅美容顧客手入邊。美容顧問呢，佢會幫你試粉底，然後話俾你聽你嘅皮膚係偏乾，呢一款粉底一定要搭我哋嘅妝前底霜先至貼服。另外，你今日嘅唇色偏暗，要唔要試下我哋呢支最新嘅款式呢？喺實體店 BA 嘅話術，店入邊嘅香氣燈光全部都係為咗 upselling 同埋 cross-selling 交叉銷售而設計嘅。一個原本只係被500蚊專櫃嘅時候就使咗2500蚊，刪咗網店就係為咗切斷顧客專一嘅線上交易，將呢一班有消費力嘅女人強行去到實體店，交翻俾一啲訓練有素嘅 BA 進行面對面嘅收割，呢個就係 online to offline 嘅引流。既然要將客人逼翻去實體店，靠啲乜嘢去留住人？靠嘅就係客戶關係管理系統。好多人以為化妝品會員制就係買一賺一分，儲夠分就可以換貨妝精華。如果你咁樣諗，就太低估呢個千億帝國啦。積分只係 CRM 系統入面最低層嘅 gamification 遊戲化陷阱。積分同埋各大嘅品牌嘅會員系統通常分為3至4個階級，系統每年都會將你嘅積分歸零，或者要求你每年都一定要買滿指定嘅金額先至可以補給。呢個喺心理上面呢係叫做損失厭惡。去到年底呢，無數嘅女仔為咗唔浪費自己嘅積分，就會硬生你去專櫃買一堆自己根本唔會用嘅面膜。財團就係用呢一堆虛擬嘅數字綁架咗你嘅真實現金流。而家就掉入咗去呢個積分貶值同埋沉沒成本嘅陷阱啦。第二日 BA 美容顧問呢，其實係最具殺傷力嘅 CRM 節點 clienteling。L'Oreal 集團最強大嘅武器唔係電腦入邊嘅演算法，而係企喺你面前嘅 BA， 行內稱之為 clienteling。每一個資深嘅 BA 手上面都有部 iPad， 呢一部 iPad 呢，佢係記錄咗你對玫瑰花香味敏感啊。你上次買嘅粉底係4個月之前，系統計算你差唔多用完啦，會提醒 BA 叫你去補貨。你嘅結婚紀念日係下個月，當 BA 拎起電話 WhatsApp 你，陳小姐，知道你下個月周年紀念，我哋翻咗一套限量版香水，特登為咗你留咗一套，仲幫你約咗下星期嘅免費 facial。呢個唔係服務，呢個係基於數據嘅精準情感追擊。面對呢一種專屬嘅被重視感，絕大多數女仔會乖乖俾錢買你嘅 product。第三係跨品牌數據孤島嘅打通。未來美妝 CRM 嘅終極形態呢，就會係打通集團入邊嘅數據孤島。當系統知道你喺 Kiehl's 買咗最高級嘅抗老產品，就意味住你嘅消費力已經見頂。系統可能就會暗中將你嘅 profile 標記，透過特定嘅 promotion 將你引流去買更加貴嘅 Lancome。呢個就係數據價值金字塔最頂端嘅遊戲規則。點解高淨值嘅人呢唔會喺天貓買美妝，而係一定會成為實體店嘅頂級 VIC 呢？因為佢哋買嘅根本就唔係化妝品，而係社交貨幣同埋特權體驗 privilege。我哋嚟睇下 L'Oreal 集團嘅旗下品牌係點樣成為頂級會員設計 privilege 噶啦。第一就係封閉式嘅體驗。Armani Beauty 或者 YSL 唔會隨便送你一支唇膏。佢哋會包咗香港貴麗酒店 Rosewood 或者半島酒店嘅總統套房，將房打造成為一個極致奢華嘅 private spa， 邀請最頂級嘅50個 VIP 嚟做奢華嘅護理，入邊飲香薰，入邊去睇景。Lancome佢會舉辦高階嘅玫瑰護膚大師班，甚至會邀請明星化妝師同你單獨1對1指導。喺呢個場合，坐喺你側邊嘅可能係一個投行嘅 MD 或者係上市公司嘅 CFO， 品牌幫你提供一個完美嘅同溫層社交場景。
第三就係空間套現同埋情緒嘅 ROI。品牌包咗一間酒店套房花幾十萬，睇落好貴，但其實係超級抵。因為如果將呢幾十萬拎去買戶外廣告，可能咧都花唔到10萬嘅一個收入。但係將呢一筆錢用嚟服務50個最頂級嘅 VIP， 呢50個女人喺未來嘅1年帶嚟嘅營收，其實係可能可以 cover 到買戶外廣告嘅錢。佢哋嘅 LTV 終身價值可能係幾百萬，甚至係幾千萬。最緊要嘅係呢一啲 VIP 體驗完之後，會喺自己嘅社交圈子分享呢一啲我有資格入呢一啲房而你冇嘅階級固化感，就係高級嘅情緒價值。我哋由網店結業嘅新聞呢，畫到去 L'Oreal 集團嘅矩陣佈局 O2O 嘅殘酷嘅流量計算 BA 嘅情感追擊，去到頂級 VIP 嘅特權心理學。想話俾大家聽嘅係，如果你真係想享受美妝品牌嘅頂級特權，唔好好似饅頭烏蠅咁樣，今日喺呢度買2支唇膏，聽日就喺嗰度買1支精華。你要做嘅係消費集中化，揀定一個符合你身份同埋膚質嘅頂級品牌，將你所有嘅護膚彩妝嘅預算都放喺同一個專櫃，同一個 BA 身上，快速衝到去最高級別嘅 VIC， 拎走呢一啲酒店 SPA 嘅邀請，同埋享受嗰啲咧唔會公開嘅 Masterclass。呢一單 L'Oreal 新聞呢，只不過係零售界大洗牌嘅序幕。未來邊個想掌握實體店嘅情感體驗，邊個可以將 CRM 玩到極致，邊個就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希望今日嘅深度拆解可以幫你重塑對商業世界嘅認知，我哋下次見。